讲戏有诶，佫袂使夸张诶，我袂使是话是做诶，甲我着研究无够遐，就毋知要安怎讲，爬起来毋知惊。哦，若歌我着做唱啊，无看歌手我嘛晓唱啊，你才会惊，伊袂惊。哦，所以讲咧，会惊讲诶，安尼就是研究无够，哦，准备无够，所以讲伊才会惊。所以讲若毋是咧带后壁使我尽量讲无够，我甲你有节目，有心较安啊，嘿，真讲无够啦，有人要做事啊，为我较惊，其实爬起来吼，来讲到过头。所以讲其实讲书定对会惊，徛较袂惊，对会错徛较袂错。所以我着研究几个月，今仔日才会讲这套，看我辛苦。咱我听到你诶，佫会当忍受，好我听，好我摕出人诶资料。过去有时咱咧入班吼，今仔技术较好，今仔我调看技术较好。若无吼，我咧开班吼，10年20年，我是少袂个，安尼啦。倒来就过来8人，一来吼为足认真听，甲为讲语会较苦苦诶，安尼有啦。甲为去讲语会较手比较快快诶。讲书比较点啊，讲较手比较我点啊，会安尼，有人其他咧算游戏嘛，咧算诶安尼啦。所以我为是咧写伊诶课本，为咧看伊诶册啦安尼啦。所以讲吼，若要入班吼，咱若上之前诶吼，即个入班诶迄个结束吼，有解好，有当时啊吼，爱改正，今仔日就袂歹，大家拢会当像今仔日大家安尼有精神吼。认真咧听吼，经典版讲较有差异，甲普通人毋是经典版的吼，会困伊的手机生意安尼吼，教育困伊安尼袂是。我今仔若是业余啦，人就叫我来，我来袂使，来打分数的安尼啦。佫有讲你听我的安尼。但是像安尼吼，叫做修炼吼，10天安尼20天无改进，无改进。所以咱即个分段是真正先进。咱嘛爱思考好文质彬彬，改变咱的一寡迄个毛病脾气，咱嘛爱改变。无的时阵呢，即个好的所在，互咱安尼身体来污染去，安尼咱就对上天无交代，无交代。所以讲有当时啊，这里水平情况拢无身体感觉，看起到底足舒服啦。你若是外口看就袂舒服啦，味惊乌白来，袂自爱，也看咱个分段非常的自爱，看到垃圾自动就收起来，贡献你的时间。毋过这是包括技术能安尼做，但是对外口毋知安尼做，袂安尼做，我毋知影啦。因为技术段大家拢足注意啦，看到就袂做啦。像我做一个基础资料，咱想做一个攻击手艺，做一个攻击。所以我人老师我先生讲，叫咱做这一寡认定，毋通敢若做攻击，认定嘛爱做。啥叫认定呢？认定就是无人看，乌嘛无人看就对啦，迄叫做认定。咱是做攻击，但是无人看，咱嘛爱去做，咱嘛爱去误人去救人，毋是咧做标题做红牌。所以讲，咱爱这一寡认定，无人看所在，咱爱去做。毋通甲做了看。这认定就是安尼，有人看无人看，咱拢爱做，咱拢爱做所以讲有当时大家拢会自爱自愿意，就拢无垃圾。心肝大家拢会严小我，你会甲我会，大家拢拍拍做一半啦你都有爱心的你会就是我的，我就是你的，咱有看大家咱出去无共你的就是伊的，我的就是我的。有迄自卑心，袂提无出。自卑心，咱若迄自卑拢挂伫厝，自卑啦，我若自卑啦，我若自卑啦，迄是挂伫厝尔。真正有自卑无，咱爱问心有。但是照遐自卑无，有遐爱心无，咱家己拢了解。毋通甲讲自卑啦，为出去当时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推一个阿弥陀佛，我叫囝儿阿弥陀佛。
有投资比心对伊去5人9人，有资比心对伊去5人9人，认真修行，认真改变，咱若无改变，咱听落去几十年来，家己往生看看卖，我到底修行几十年，改变偌济家己算看卖，看是正义的，还是正义的啦？你若哪有过节，就要加薪。恁在咧做代志，拢加薪拄着父亲安尼正义安尼迄是我毋知头的安尼用少错误才会正义啦。咱若有大家足注意，认真咧拍拼，你今日拍拼拢正义，我甲你加薪，有过薪就无正义啊。你若今做一等于我做了有够忝的，一寡只拢无要拍拼。我讲我原来做我无啥你讲是我比人到位啊，本来是正义到位，甲你前提啊，你老少不话出来，变成了解啦。所以讲有当时间你若无家己去体会在其他啲讲嘅话，我是讲，你若讲大人，大人嘅是做歹做啦，为人多讲到心肝做好啦，着食菜，做修行，你听落去。心肝是要好安怎？你就是有诶讲，心肝要做较好啦，嘛是要做轮回啦，阮也袂当改出啦，安尼啦，对对啊，咱怎点字嘛袂讲，你讲我心肝做好，你也创啊有必要讲结果咧嘛是要做咧轮回，我讲笑你今日来求做诶，你若无不见得安尼你心肝做就不见得安尼。做咧轮回，互你下好嘛是来世福气安尼嘛是要伫在迄有人我心肝做好，有必要财财，无必要修烟你去安尼嘛小香，我嘛小香，是安尼讲是有，咱听几年来有进步，咱就讲无改变啦，看治安安尼嘛讲，嘛拢小香，其实共款无共在，无啥共款，咱若改变。以后唔免带着高轮，囡仔有讲，你做啊偌好，心偌好，无得着变水死，无好啊是到尾啊是着倒位轮回，这有你来讲倒位轮回，阮也袂当超越，袂当超越安尼所以咱是讲大家拢会做伙，互相会听啦，你照顾我，我照顾你啦，要安尼来上修的，修到安尼，心就大共款。大家是传来好气，这时阵呢，大家就会欢喜心。毋过为咱修修到尾境界还佫无提升，为因小可种种的问题，就怪来怪去，大家安尼话就真济，话就真济，大家无忍耐性，就讲安怎拄安怎，讲伊毋对甲毋啥毋对，安就对啦，讲你无毋对啦，大家拢所以讲的是呢，毋对，咱家己毋对，咱用迄种怪别人，为人嘛是好心人，偌无理呢，偌无理，结果咧，去了来参修咧，你靠你靠你，结果你嘛是有理参修咧，对毋对应该你有理爱让伊呢，煞你讲较有理，你无让，本来是人家去安怎听，看安怎用就袂听咧，无对手卖无了就无对手。你就不用的，你无来我提一下拢就行就听多少人你是加外名利，结果你嘛到尾你安那无名利应该你名利你爱用的，你煞变只搁参烧只，看伊我下久袂过一参，怎搁参伊讲我参烧的，咱搁参烧只，你嘛无啥名利的，所以咱就哪修，安那名利，安那了解，哪包容。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无简单，必须这个境界无简单，要讲这个咱义动机你脾气方面咧，这个是好这是真正感恩的，爱用真大感恩才有法度的，透过你的纯电者，较来做爱就袂过身，你若无透过纯电是自己无法的，咱拢容易怪别人，个人也袂
大家互包容，把个性观大家互相就体谅啊。咱的心若水，有个心是到尾啊，心袂水，咱人若善的心，心若水，看大项就是用水，无看着人的污点。但是心内还佫无水，还佫有污点，你看迄个袂管事，看迄个袂管事。伊外底就看人的污点，但是污点你还能看无着。咱若老想讲人的污点，自言自言人嘛讲伊的污点，你若老想讲人的污点，无咧讲人缺点，你就是提升你家己啊，你一定提升啊。你讲无看就唔好，你讲看就好，你若讲想看人的歹你是到尾你知影我会去改来，遐有啊，因为看咧袂管事，看咧袂管事，我会去改安尼。你若水看啥拢是水，你若歹看啥拢是歹。自然你家己到尾你家己拢知影。我甲你讲一点安尼，你就甲知影讲我若看咧大了做好，安尼就是好，你会提升啊。看迄个袂管事，看袂管事咧，你有哪个无啥提升啊？所以讲其实呢，有我会做一段，大家我去体谅啦。兄弟姊妹无分你甲我，桃花乡是慈悲城，真心交陪，先困做伙生活。因为咱大家拢把你亲朋手尾来生活，拢食同一餐饭，你做了拢共兄弟姊妹，所以咱大家拢斗阵生活。咱迄个心，大家通体谅，成为一个负心。你也负心，我也负心，那就无计较。因为咱要透过这个心，这个开班，透过这个练这个心，无你家己家搞都免修啊。就是咱的境界较会到，才就爱修爱练。其实这个班就是要慢慢练，无容易发牢骚。咱讲说咧讲，咱就认真听。有时啊时间超过话，超过2、3分，心就咧有，就咧讲啊。所以咱爱调咱的心，调好伊，调好心。因为大家辛苦，大家拢是家人，咱拢是家人，大家互相包容。讲是好听是简单，其实要做是真困难。希望大家希望大家用心努力，用心努力啦。第二呢，桃花乡桃花乡时间无长，千送凉快，和风微微，不嫌热，悄悄来念歌。我来唱我的歌声，你的歌声，歌声好听，歌声好听，心